以為大家合作無間就係隊友，臥底就喺你哋當中。扮 friend 出賣隊友，其實我哋係咪真係一 team 㗎？暗碟未影，表面上係一場特工合作嘅遊戲，但係當中有臥底搞串個 party， 3至5個人開局，按人數分發角色，特工要合力完成卡上嘅任務，盡可能出黃牌顏色數字最大嘅牌，同時達到任務要求。下家要根據上家嘅顏色出牌，如果冇嗰隻顏色咧，就可以揀其他顏色出啦。呢個黃牌藍色7贏出，仲可以得到1個情報。出到黃牌顏色數字最大就當然勝數最高啦。假設冇人出到黃牌顏色，就以起始玩家顏色數字最大嘅勝出啦。記住特工係要合力完成任務，但係臥底係要儲夠情報嚟 end game 噶。只要有一個玩家完成臥底數目嘅情報，就要揭露身份。遊戲繼續直至剩翻指定手牌數目 call end game， 特工就要一齊估翻個臥底出嚟先可以贏噶啦。否則就係臥底贏咯。變體玩法就有唔同嘅角色設定同埋關卡難度，無論新手定係老手都啱玩噶。有下注而且最遲出牌，數字最大嘅玩家贏得1個情報，仲可以將呢一局場上面嘅所有情報贏晒翻嚟啊！簡直係臥底秒贏嘅策略啦。禁足心理，敢唔敢嚟挑戰啊？你準備好未啊？